信心无够，咱的定心无够，咱搁爱搁加强，咱搁更加爱来运动，人爱讲搁做教育再教育，因为你无对着你的自信有肯定。今仔日你若是肯定你家己是一个菩萨，你家己是一个佛，你所做的拢是菩萨的行为，你所做拢是佛的慈悲心的话，那安尼别人讲啥物，参你的生死无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伫修行学跟过程当中，咱就是迄个原心保持袂了，啊，拢成会去听别人讲安怎，所以你的信心无够啊，哦，所以最后他讲，普陀阿袂完，救世是永远，甘愿牺牲到底，望众生紧回航。其实有一件互我看到迄新闻啦吼，咱济公老师伊咧讲咱即世会当来求道，拢是过去世，像咱济公老师呢，迄个结了足好的因缘，咱才有法度来求道。但是咱济公老师呢，伊要带着咱的兄弟姊妹等于西方面貌，伊就安尼带，结果安尼对安尼带到西方叫做世界的时阵，伊回头一个看，本咧带足济哦，但是等于到西方叫做世界的时阵，一个回头看，剩人咧讲剩无几只尔啊，为安怎会？为虾米会安尼？因为咱人迄个觉醒、觉醒不够，觉醒无够。啊，迄个老母就甲叔叔问啊，是安尼，啊，迄个咱济公老师嘛是足无奈，足无奈啊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讲咱带遐济等于要等于到西方叫做世界时阵，剩无几个人，因为咱人觉醒不够，就是讲你对修道这条路无正确的字，你感觉讲哦，世间的虚华遮尔好，你毋甘离开，